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？爱情的路这歹行。啊哈，害我为这心痛痛。啊哈，情海浮沉受折磨。谢梦颖。梦颖，老师好。其实我刚才跟那个建伟老师讲啊，我说哇，会折气球，想带给人家一种很幸福、很快乐的感觉的人哦，内心一定有一种对悲伤的事件哦，很同理心的人。对。啊，所以你一开始一出来唱这个歌的时候，我是很有感觉的，就是你是用你的真情，或是你真实的人生故事去唱这首歌。所以你每个字的那个颤抖的音哦，都是带着情感的。然后这一点是，好，你做这份工作呢，然后又跟音乐结合，一个很大的卖点。好，孟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哦，梦颖，老师好。我觉得你其实很会选歌，因为你的音色上面很亮很亮，有些歌可能不适合这么亮的音色，但你选这首歌刚刚好，它需要这么情绪的表达。然后我刚刚有跟就是阿德老师就有聊到折气球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折气球的人真的是很多悲伤的情绪在里面，因为每一个气球不管它再怎么漂亮，它终有破掉的一天，所以这种情绪有可能像刚刚老师说的，在你心里面是一直可以有这种能量去爆发出来的。对，不过我要建议你一下，就是你在弹性上面，可能运用的没有这么好，所以在副歌的地方会听得到，哎，有一些地方可能压太多能量的时候，你的声音会变得有点沙哑。在共鸣上面的开发，再注意一下，我觉得未来在歌路上会有更多可能性。不过今天你选的歌很棒，因为很适合你的声音。好，谢谢老师。